后来台中的误车上大阵风袭击，甲一间守卫亭吹甲为底座掀起来，也有停车场的扛棒吹甲断裂落去。民众出门，规个人都爱向前去45度，才有幅度来行路。台中误车风正透，民众出门今日行路都爱差不多45度才会当行。大人从囡仔手牵条咧，也有人带狗仔出去散步，狗仔和强风吹一个，唔敢行。出来散步的时候都没办法正常的走，都要靠近房屋这边。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料，台中五车区连续2天最大的阵风达到10级，路边工地铁片围篱被吹甲歪去，树啊吹甲强要断去共款，边仔工地守卫亭，更加是好强风吹甲强要规个拢挽掉。收费停车场的收费牌啊嘛吹断去，一开始强风吹甲这个监视器镜头一直喊，所以出入口的招牌好风直接吹倒去，去卡到停伫边的车。预期那么大吗？没想到说招牌会倒下来。伊是停车场的管理人员，嘛是这台轿车的车主，风有够透，将招牌吹断去，去卡到伊轿车玻璃破去，估计要开1万外块。风台影响中部沿海云林保寮渔港，大风兼大雨，强风将布岸顶的沙啊吹起来，袂输是沙尘暴。强风嘛引起大影，一直拍布岸，渔民冒着风雨赶去到渔港边，将渔船搁绑好，就惊讲大漏水加上风台会将这个渔船加走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